啦滴啦啦啦啦滴啦啦啦，一起做嘛。这也是我互联网上的一个好哥哥啊，家人们，我真的没有吃醋。好，高健哥，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一起做嘛，昨天晚上见不到面，有点难过。今天晚上见到了，一起做嘛。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有见面？昨天晚上我很多人在后面排队，没空。我昨天也是有很多人排队，我也没有空。哦，那就我们两个一样。对对，我有很多的追求者的。今天晚上你的后面有没有排队的人呀？这个点儿了，算是我快要结束了，没有排队的了。你是最后一个。哦，那我很好机会，真的。你趁虚而入吧。好的。好的。今天晚上你想怎么？今天晚上咱们两个怎么玩呢？你想怎么玩？我想看你跳酷开衣。这个酷开衣你跳的好，人家跳的根本就效果不一样，你跳的最棒的。我跳的最棒。对，其他那些跳的都是乱七八糟。你是不是想说我一日就会？啊？你是不是想说我一日就会啊？什么意思？这是一日就会什么意思啊？一日就会。一日就会。哦，明白了。什么意思啊？你解释一下。一会儿就会的意思，就一天就会的意思。对对对，一天就会的意思。对对对，这个我明白就会。明白就好啊。明白了。好。那我输了的话，今天晚上做什么呢？你输了的话呢，我给你看一段视频，然后你就模仿这个视频跳，能学多少学多少。这个舞蹈叫八步摇。八步摇。跳舞的本人叫做上官带刀。上官带刀。你闭嘴。对，我给你看一段视频，你能模仿多少你就照着跳就行。哎，那个舞蹈嘎嘎嚓，那个舞蹈。八步就是八步什么？八步摇。八步摇。摇是摇来摇去的摇吗？摇来摇去的摇，哎。哦，其实摇来摇去的摇，我会摇。对，没得问题。你输了的话，欢迎把我们的这个酷开也好好跳。OK。你现在穿的衣服那个跳酷开也有点不合适，重新换一下啊。合身，我站起来就好看了。这会儿的话还没有站起来。哦，八步摇，我知道了。好。OK。感谢道儿哥的关注啊！谢谢。那我们两个打一把吗？我们开个会好不好？开个会。开个会什么意思？闭麦开会。闭麦之后打。OK， 明白了。明白了。OK， 开会。闭麦开会。OK。好，我也闭麦开会。等会儿还没开始啊！还没开始。那什么时候开始？开始哦。等会儿。那什么时候开始？还没有开始啊！还没有。对，还没开始，兄弟们不用上。对，还没开始，等一下，等会儿啊，现在还没有开始。等一下，兄弟们，现在不用上啊。对，我们先开个会啊。你妈了，这干的啷个接的给这口开一起插嘛？来，所有哥姐们听我说，我知道大家很想看我跳舞，我承诺你们，如果这把 PK 赢了，咱们关上门，挂了麦，我单独给你们跳3个舞蹈，一个八步摇，一个酷卡伊，一个小野猫，怎么样？但是如果我要输了的话呢，你们就只能看到一个舞蹈，而且我跳的也不会很认真的。所以欢迎你们来大家想看我跳舞，让我赢，我给你们跳3个，好不好？一会儿咱们有啥上啥你看高健哥也说了1187，咱们一起加油。一会儿前30秒的时候，咱们有啥上啥一起打啊！一会儿前30秒的时候，咱们有什么上什么一起上，谢谢大家。可以了吗？可以了。开会开完了没有？开完了。开始。来，我发起5分钟。OK。我发。你这个时间，对，稍等一下，哥姐们做好准备啊，做好准备，咱们前30秒翻倍。做好准备，兄弟们。做好准备啊！来，3、2、1，杀！来，哥哥姐姐们，直接打！
好像没有吧？你妈阿罗从来来没来的，查查没查来来没来的，有几码的，查查没查来来没来的，干嘛吃生有对不对？查查没查来来没来的，家嘛那你找嘛的来啊？别你妈阿罗从，打有啥门个？家下家铺你打了打个的有啥门个？没接，你的个黑谁打的打多工？别你妈阿罗从没接。开车的像你哥哥做破了扎了个做苦，你妈了做干的去，大概看。我有一个结巴的还在那里，拿一下。干的去啊，我7岁能有就利用通有就，新年嘛融化汤就干了。别你妈了做江苏人的，等他啥江西人的龙大街，肉人的等去就把后，江苏人的等他啥把后，江西人的龙大街把后，钱拿把从嘛，也用就拿不到跟着汤去吃得不起，你妈了从。咱把那个就有可谁有可，哪天谁个帮助可这样可，他给这些什么能吧？家长东北的你把300、1万、2万都是从嘛了多个人的接入什么能吧？推荐去看过，你妈了做干的去。4月26晚上8点，过来帮我服戴上小皇冠，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好不好？谢谢。谢谢哥哥姐们，到时候大家一定要来哟，一定要来哟。OK， 是不是一日就会？对，一日就会。上次比今天跳得更棒，对不对？以后这种好看的舞蹈可以多教教我。真的啊！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我不光聪明，什么都聪明。我哪哪都优秀。到时候，日久天长，以后你就懂了。到时候我来你们老家，我看你的多优秀，我可以看吗？当然可以啊！我现在在云南，欢迎来云南找我玩。哦，来吧，马上5·1了，马上要赶3月街了，过来找我玩。你5·1的时候你在云南吗？在呀，我会在云南，可能要待几个月呢。你别你妈了，去西部洞上着。我来云南的时候，我想给你西部洞，别说了。知道吗？你每次都会说你妈了什么什么，不会是在骂我吧？不是，我是一个有素质的人，怎么可能骂你啊？哦，那是什么意思呀？你说你妈那什么什么的？西部洞就是最舒服的意思。对，舒服的意思。啊，我们两个去草原上跟耍靶子一样。西部洞。我们两个去草原上耍靶子。对，西部洞。光靶子，光膀子的耍吗？我给你带个牛肉干，然后我们的高原上的虫子，一根虫子100块钱的那种，带10根，一根虫子，真的。我听说虫草是个好东西，男人吃了可以，女人吃了可以。哎妈，男人吃了你看，男人吃了就是身体就是这样。是不是硬硬的像石头一样？男人吃了虫子，真正的虫子就是一根100块钱，100块钱，真正的虫子。现在几十块钱、20块钱、30块钱那些都是人工虫子。对，人工虫子。我可以一口吃10根吗？有没有副作用？一口吃真正的虫子10根吃了的话，第2天你起不来了。我起不来了。起不来了。我以为我能窜到屋顶上呢。你一次性吃10根虫子的话，第2个你起不来了，第二天你就走了。啊？真的吗？真的。物极必反啊！对，吃多了也不好，是不是？对，那个羊多得很，知道不？是这个嘛？那个羊多得很嘛。所以就是你吃不来了，一天吃半根。一天吃半根儿，一根不能吃，半根吃的好刚好。白酒里面泡可以，可以泡水喝吗？对，可以泡水，泡水可以喝，泡白酒可以喝，对身体保养特别好。你说我本来就长得这么貌美如花了，我再天天吃半根虫草，那不现在皮肤白白的有吗？没有光养红吗？红色的那个没有吗？如果你真正虫草吃了10根，你半个月左右这样吃的话，你这样红色的那个慢慢出来了，那就很有自然。我就面色红润有光泽。高原美女。这样，
下次等我们大哥比较齐的时候，我给你打虫草的。你输了记我10根儿。那你说了给我什么？我们云南也有好多好吃的，比如说高原牛肉干啊，比如说这个菌各种菌。牛肉干我们这边是最好吃的，你不用。那你们有松茸吗？松茸也我们这里最好吃的。那你们有我们，但是云南的野生菌更出名啊。我听说过云南那边你们的茶也不错，茶可以，各种茶都有。茶普洱最好的是普洱吗？普洱茶吗？普洱茶里面有白茶、生茶、熟普、红茶，什么都有。那么多吗？那价位有几百、几千、几万一斤的都不等，都有。几万不要，几百不要，我有几千的，差不多。好，那咱俩就打这个。几十根虫子。是1000上面。好。也是一根虫草100块钱的那种虫草。好。不是假虫草，这个你放心。好。因为我所在的位置地方现在有3600多的地方，好吧？好，那咱们就这样，明天或者是后天，我们约时间打一把。打3局连是吗？可以啊。你需不需要加打算有没有嘉年华？要不然4月26号打也行。为什么4月26号呢？打过来的吧。4月26号，我掐指一算，那天是个黄道吉日，我可能会有嘉年华。4月26号。4月26怎么样？我掐指一算，真的是个黄道吉日那天。黄道吉日。就打虫草的。这样说很有脾气的，一定有嘉年华。可能会有哈，我只能说可能会有。那天日子不错，我嘉年华从来没有见过呀。我也没见过啊，万一那天有呢？别人直播间里面我嘉年华很多见过，我自己直播间里面一个都没有见过呀。哎，我也没有见过，真是巧了。4月26是过踏实日子。你嘉年华踏实日子的。你嘉年华没有见过，我不相信。4月26号是不是你的生日呀？哎，我不在抖音平台过生日，我生日我私下就过了，我不在直播间过的。你的生日是私密，你现在不用说直播间里面，到时候我来云南，我帮你过好好生日。好啊，没问题。那时候我们两个好好西部动一动。哦，好好，行。你也不缺帅哥，我也不缺美女，但是你缺的是康巴汉子，我这样。康巴汉子，我想就是可能是因为你虫草吃多了，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指甲剪一剪。指甲里边有点长，可能是虫草吃多了，可能是。我怕你挠着我。我们这边刚要是指甲剪了的话，干活的时候不方便，知道不？啊，干什么活要用指甲？我这个男人晚上直播，你不知道我多辛苦，白天一直在放货，这样打包，青稞、酥油、蛋茶、人参果、糌粑，你听过吗？那些我搬来搬去，今天放到这个房间里面，明天放到那个车子里面，又放下去，又放撞上去。这样放来放去，所以就我们指甲弄长一点，不然的话我们这个手指痛得很。是不是还得用指甲挖虫草啊？挖虫草指甲油的话更方便，更方便。哦，怪不得里边有好多泥呢，我看着搓泥的都。啊？你看，那指甲缝里边可以抠一抠，搓泥的。指甲缝里面没有脏，抠一抠脏的地方没有，我全部洗干净了。好，把这个那就这么定了啊。干活不方便。好，那这样咱就4月26号哈，咱俩约个3局2胜，你输了给我寄虫草，好不好？4月26号，我觉得打的话应该你赢了。咱们两个没有。今天是几号？23几天？23了已经。今天是23。24晚上差不多。怎么还24呢？那你如果就是怕26号的话，那25啊。
OK， 没问题。 OK， 没得晚上问题。几点钟？我是8点开，8点半可以吗？ 8点半有点早了，我的大哥那些来的有点晚。那就9点。 9点半 ，Let's go。 Let's go。 OK， no problem。 云南大理的美女闹不了不啦不啦的。 Yes， OK， 那就早点休息哦，今天好的好的。太晚了。好的，梦里拜拜健康的宝贝，拜拜，一起做 Good 嘛。 night，See you tomorrow。 一起做嘛。哦，拜拜。拜拜，一起做嘛，老妈去。穿这个蹦蹦机顶到了他，一起做嘛。别你妈了这，他这个家母养母，可怜，弄起的要过来，泄露的结过来。了不得要过来，别你妈了这摇摇点了，可是这习惯的，等着要么装么接着过。啊，像你等着多久？给我咋盘都做俺云南大理了，一起装嘛，自己讲干嘛？讲干嘛？别你妈了这，我给这啥没给过的？给我给谁人的？他等着去，小做的个门上尿了嘛的都，别你妈了这。你来不进么子？你连就一直去管，别你妈了总。你来不进连着啊，让我干些的这个嘛呢？我现在都可等家么的娘姐的，别你妈了总。喇叭自己对的，两把人喇叭，啥家去？自然没的。上着那么在呢，那么一进俺就配。咋啥子面对着比俺等得了你，他陪不么来练的呢，感觉拿钱要嘛。家我在没去进个课，别你妈了，这下光光的了。OK， 把的加卡布这个，白卡布这个，扎头轮到啥的什么弄吧？大数天弄的那方式可是吃加卡了这，往后前步的来呀。你这话做起来呢，大门不我黑了，忙我把你们靠两靠偏嘛头的那些里面的，但这做的俺个别你妈了，就打到弄到那钱拿把他弄到打黑没有呢？你想上这不这么加油，他这家么得了么等个，这不能打吗？最起码有1500个人。你都知道为啥？你想上这不这么加油，俺做个托工个啥家现在是也在根本当嘛的，我们家里面老嘛自己那个。我们你看，上去去绕的就电脑，他家下家呢，人工冲啥这么子，没个作用是等着这么子。我不差钱可以，啥种吃种的，托工啥钱的现在是家下家也买的你自己呢。你妈了种，其实前面的别人宣传的，今年你装把宣传些人嘞，人生过宣传些人嘞。请客宣传些人嘞，所有他宣传些人嘞，都说别哈来个子，好送的个子，今嘛你个绕就什么个送的个子，黑个了，绕干么了，什么正宗？那他说那进去这样绕点么嘛的，就怎么嘛点么嘛黑你嘛，别你嘛了从嘛的，但你怕打啥了呢？怎么看上去我做的是送的个子，等到都，俺做没人的个摊子等到，团结你嘛了从。菜热热呢，这位个啷个了？我都大概看你个个错。菜热热，你妈了从的，也这根本都咱用使用，装吧、做嘛、忙吃啦，老说把的可没人，你妈了从我个的。你讲到的热热不？俺讲的那的，你讲的哪嘛那的？另一个俺上弄等的有，上弄钱不有，不要你妈了从有的。俺人家去采个庄，没懂的另一，说着等着没有差的。不要你妈了从，你家一家给家人那许多嘛在没得个子的那家方式干么干么，往后干起工钱去娘了，怎么着真，想上这么做到你，不要你妈了做到。等你对人你的没差的，干么就个大先生个门个，干来去老是个，也记这么多久了这个。我天嘛东部直播天东做的都打你个巴了，这热的个，家人单黑眼能着，怕没了给家黑眼能着，你妈了从个，对也记着了也记，对了俺都搞我讲呢，
gawa gone tanga yamu risk samba shek mentun hujje ten tin ya ji unjurele tel sheme se du rena gaj marine du jinte mezi son ton sa du ya ji se ji ton guna kale kamore tensio shundi tsanga hauti gaden chao tendire kim no ba nyima lo ta chuso gad sheka gi jejo zo satile pe nyima lo so nyaka ma mbachet manami kagitile me ah